再来关心天气，今仔日是透东南风，天气同款真烧热。咱来看云图，透过云图，咱会当看到咱台湾附近是拢无云，天气是真烧热。今日只有东南部、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，其他所在拢是好天无云。不过呢，今仔日热对流是真旺，过到了后嘛，到有西北风，嘉义以南落雨的机会会较悬，也若分林以北东半部雨势落伫瓦近山区，或者是瓦近山区的平地。温度这方面，今仔日的高温普遍拢是伫34度至36度之间，也若昨昏上高温是出现伫新北市的三峡，有39度4。气象署有针对新北发布高温警示，伫新北今仔日是到红色的灯号，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机会。其他的县市拢是柑仔色的灯号，是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。也若基隆、苗栗、甲宜兰、花莲是到黄色的灯号。